近日手不是酸疼的厉害吗？都已经做了2副护膝护臂了，这个奴婢做。没事，我做吧。这是给季太平的，擦了江雨萍送进来的药，手好多了。只是他想进来剔除看看也难。咱们落到这个地步，江雨萍这么有心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索性，其实你是可以和江雨萍在一起的，不必跟我到冷宫来。不，奴婢跟主的情谊比什么都重要。姐姐，姐姐！好像有人在拍门。海兰，姐姐，海兰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怎么了？这王后、贵妃还有沈常在，他们咄咄逼人，擦了我的手，又把我跪在雨里。没有姐姐，我真的熬不下去。海兰，你受委屈了。姐姐，可是你得学会护着你自己啊，海兰。我护不了我自己，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。海兰，不是的，你很聪明，你一定能护住自己的。海兰，你记不记得当日白花丹的事儿？我受了委屈，是你跑到皇上跟前为我辩白。当日你都可以，今日变不成了吗？当日我是为了洗刷姐姐的冤屈，且皇上到底是看重姐姐的。可如今欺负我的人，不是位高权重，就是深受皇上的宠爱。我孤身一人，我又能如何呢？海兰，若不能凭一己之力护着自己，就应该借助旁人之力庇护自己。旁人之力，姐姐说的是太后。皇上，我一直跟在姐姐身边，太后是不喜欢我的，而皇上，我怕皇上。海兰，真若必要，哪怕是太后和皇上，你都得试一试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惧怕皇上，可是你也总不能一直活在那个暗影里啊。我不行，没有姐姐，我做不到。海兰，我现在身在冷宫，我没有办法护住你，你必定要学会护住你自己。你就要当你没了这个姐姐，人到绝境了，定要生出勇气。你活得好一点，我在冷宫就能安心些，知不知道？不要在这儿淋雨了，赶紧回宫去，换身衣服暖暖身子，快去。快去！
卓儿，您可真替皇后娘娘上心。这么晚了还为二阿哥诵经，娘娘为了二阿哥忧心忡忡，我理应为他分担。您为了皇后娘娘也算尽心竭力了。我能不尽心吗？就算我有私心，除掉乌拉那拉氏，也是去了皇后娘娘多年的一块心病，去了梅嫔和宜嫔腹中的孩子，也是顾了二阿哥的地位。还好有苏炼帮衬，我们算为他在做事了。如今高大人得皇上亲临，皇后娘娘又倚重您，您也算地位稳固。我就盼着荣宠如旧，膝下有子，便万事足矣了。跪在这里足足2个时辰，等着大禹冲洗干净这肮脏心肠。这是当年海贵人送给冷宫里那位凑作一对儿的梅花香囊，海贵人对这香囊还真是日日带着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海兰，我现在身在冷宫，我没有办法护着你，你必定要学会护着你自己。你就要当你没了这个姐姐，人到绝境了，定要生出勇气。你活得好一点，我在冷宫就能安心些，知不知道？
给海贵人请安。妹妹来啦！呀，纯萍姐姐安。妹妹今日竟大不相同了。你平日里是最不在意装扮的，这病了几日出来，看着不止精神了，这打扮上似乎也精心了许多。以病新生嘛。叶欣跟我说，在我生病的时候，纯萍姐姐来看过我，所以今日特意来谢谢纯萍姐姐。妹妹不用太客气了，现在你身子好了，姐姐真的是高兴得很。你也知道，自从如意进了冷宫，我便没了个商量的人。纯萍姐姐若是不嫌弃，妹妹便陪着吧。纯萍姐姐在呢。呀，佳嫔妹妹也来啦。哟，海贵人也在。见过纯萍姐姐。佳嫔姐姐安。听说海贵人前几日病着，如今好了，是该多出来走走。这打扮看着也跟从前不大一样呢。佳嫔姐姐说的是该多出来走走。好了，别站着了，坐下说话吧。佳嫔妹妹是从养心殿过来吗？本来陪着皇上说话，可皇上传了太医来询问二阿哥的病情，我也只好识趣出来了。二阿哥病着，皇上呀是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可不是嘛，同样是皇子，皇上也太偏心了。纯萍姐姐，这皇上也好些日子没见三阿哥了吧？我的孩子怎么能跟皇后娘娘的嫡子比呢？那总不能有了嫡子，就别的孩子都不疼了吧？姐姐这么说，我可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担心了呢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你若怀的是个阿哥，那便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，贵重异常。哎呀，那又哪里贵重得过嫡子呢？若是没有这个嫡子，好歹咱们这个庶子也能入皇上的眼，不是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一句玩笑话罢了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我是太医院刚来的太医，给姑姑们看完病，迷路了才到这儿的。这是冷宫，迷路也迷不到这儿来呀。是，快走快走。哎，是。走。哟，马公公，马公公，今儿什么饭菜呀？有3份好些的，是给姬太嫔和乌拉那拉氏主仆的。对了，你要多留点神，别让闲杂人等随便过来，好不好？哎，下回再来我收拾他啊。哎，开饭了啊！主赏你的，谢会主的赏。乌拉那拉氏的饭菜没错吧？哎，没错，按照会主的吩咐，面上都是干净无毒的好菜，谁也挑不出错来。主的安排自然挑不出错来。是，就让他好好吃点苦头吧。这二阿哥还是老样子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这校正啊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哦，对了，可心叮嘱宋嬷嬷一定要让永璋小点声，别让二阿哥听了又死心。是。哎呀，这皇后娘娘的眼泪啊，流了一大缸了，现下只怕是悔死了。
这话怎么说呢？本宫听永皇说，自从二阿哥进了上书房，皇后娘娘望子成龙，日日夜夜的过问功课，硬生生的把这孩子逼出一身病来。再后来，皇后也不敢再催问功课了。可这二阿哥好像自己吓出病来了，硬是自己逼着自己带病用功。哎呀，这孝正啊，就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本宫还听说，皇后娘娘还用鲜血抄写了经文，像是为二阿哥祈福积寿呢。这么做，真的管用吗？要是真有用，还要太医做什么？听说齐汝召集了太医院所有的太医给二阿哥会诊，可是这诊来诊去的，最后说是也只能先保着，拖到明年夏天，兴许才会有转机。若是熬不过，便也是命了吧。额娘，额娘，怎么了，永璋？额娘，娃娃破了。没事，娃娃破了就扔了，额娘再缝一个新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就要这个。纯嫔姐姐，若三阿哥真的喜欢，就把它留下吧。三阿哥，等额娘把这个补好了再还给你，可好？好。臣妾请皇上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海贵人，难得看你穿的这样艳啊。穿得艳一些来协芳殿，希望阿哥们看了都高兴。是啊，三阿哥可喜欢海贵人了。这平日素素的，偶尔穿得艳一些，让人看着多高兴啊。一个人住在延禧宫，可还习惯？惯，也不惯。此话怎讲？从前有姐姐作伴，现在一个人，所以不惯。但一个人对着影子久了，便也习惯了。罢了，你们也都乏了，先归安吧。朕去看看永莲。恭送皇上。乖了啊，慢点，别摔着啊。慢慢的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皇上好不容易跟你说几句话，怎么又提如意，惹皇上不高兴啊？皇上有不高兴吗？嫔妾倒没看出来。抓！这芦苇花插瓶别有意境啊，待会儿帮我拿一个瓶子来。对了，内务府的冬衣送来了没有？还没呢。奴婢去内务府时，听绣房的几位姑姑说，过几日便是重阳节了。皇上特意嘱咐了，要给太后缝制一床万寿如意被。听说连上面钉了珍珠的万寿金丝图案床服，都是先送去给大法师开光诵经过的，赶着要在重阳节前送给太后。他们都在忙这事儿呢，所以一时顾不上也是有的。皇上着紧这事吗？那当然了，听说皇上每隔2日便要亲自去绣房看一看。皇上，给皇太后圣寿节办的贺礼啊，都到了。朕瞧过了，很是精美，意头也好。秦丽啊，你办事还算上心呢。谢皇上。送给皇太后的万寿如意被啊，也缝制好大半了，只是上面凤凰的羽毛怎么配色都不亮。这若要艳丽鲜亮，可多添些颜色，也可捻些金丝，有什么难的？绣过了，也给太后看过，太后说俗气，又给吃了回来。这奴才们的脑仁啊，都快想干了，还是没想出办法。糊涂啊！这点分内的差事都办不好，难怪皇娘生气。朕去瞧瞧，这凤凰羽毛有这么难吗？这
他都能侍寝，我还不如他。主，您说什么呢？这宫里，谁侍寝会比您多呀？皇后娘娘，二阿哥的病越发的重了，这几日务必要细心陪护。但求齐太医能医好永莲。臣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还有，二阿哥的病最忌有阻止呼吸之物，秋日多风沙，又有芦花，万万得小心呐。一定。哎呀，好儿子，乖乖的在额娘肚子里长大。二阿哥病重，若是熬不过去，就是给你腾地儿呢。大阿哥失宠，三阿哥也无能，现在二阿哥只能看他的命数了。也不知道老天爷肯不肯保佑二阿哥。只要您的孩子一落地是个男胎，老天爷就会只保佑您的儿子。臣妾恭迎皇上。二阿哥睡着了，一会儿再给他喝药吧。咱俩都在这儿照应着，也不知道娘娘那儿怎么样了。那姐姐先回去陪陪皇后娘娘吧，二阿哥这儿有我就好。行，那我回去看看，你好好看着二阿哥，等他醒了再给他喝药。皇上，二阿哥近日病重，臣妾斗胆问一句，皇上是不是该多陪陪皇后呢？皇后一心都在永莲身上，日夜尽心。为此，朕最近也很少在皇后那留宿了。其实二阿哥留在协芳殿照顾皇后，来往不便。皇后顾着宫规，又对永莲教导严格，一得空就逼她读书，这于心不忍，但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永莲现在病着，要是一挪动的话，只怕会加重病情。皇上到底看重嫡子？嫡子自然重要，但是朕啊，也希望你早日有个孩子。好香啊！朕总觉得你这里连枕衾间都有淡淡的香气，平时很少闻到，到底是什么香气啊？这个是春天过后的荼蘼，我把它跟菖蒲叶子一起放在丝棉里头。这种枕香虽然淡，却悠远流长，人睡着的时候也会受这种花气的浸染呢。还是如意姐姐教我的。朕累了，臣妾不说了，皇上休息吧。皇上这么忌讳我提姐姐，但是心里也是惦念姐姐的吧？姐姐的冤屈，我要不要告诉皇上呢？皇上会信吗？那边是贵妃和皇后，我没有实据，贸然说了，真的能救得了姐姐吗？
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臣妾不知道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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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儿了，出大事了！协芳殿，协芳殿，是不是永莲？是不是永莲？皇上，皇上别凉着。您节哀啊！是二阿哥，二阿哥已经轰了。怎么会？皇上您节哀啊！皇后娘娘已经从长春宫赶过去了。永莲是朕的嫡子，她还要继承朕的，怎么会是永莲？永莲是朕的嫡子，她是朕的嫡子。永莲，永莲。皇上，是臣妾不好，永莲体弱，臣妾还让她读书写字，吓得她精神不济，是臣妾害了永莲。皇后，你是为了做六宫的表率，永莲都没了，臣妾还要这表率做什么？臣妾真的不想活了。朕自幼在宫中长大，知道在宫中的孩儿娇贵，难以养活。便是到了20岁，一命呜呼的也不在少数。但没想到，今日会失去了永莲。朕痛心极了，他是朕寄予厚望的嫡子啊！皇上节哀啊！皇上，房内怎么会有芦花嫖妓，害了永莲呢？这秋寒毒芦花，谁知那夜风大，芦花飘进永莲的房里，这实在是难以防范呢。不难防范的，是臣妾将协芳殿伺候的人减半。如果臣妾不顾着节省用度，不让永莲身为嫡子以身作则，如果臣妾让多多的人照顾他，就不会这样的。是臣妾害了永莲。别自责了，永莲。二阿哥，怎么会？二阿哥自从患了哮症之后，身子愈发弱。入秋之后，病情反复，一直不见好转。皇后又总逼着二阿哥带病用功。后来滴血抄经祝祷，又有何用？这分明就是皇后自己逼死二阿哥的命。皇上伤心坏了吧？嫡子早夭，皇上自然伤心，已经追封二阿哥为端惠皇太子了。是啊，皇上向来重嫡子，可是哪里想得到？
有皇后那样的额娘，想保二阿哥长命百岁也难。姐姐，你千万不要可怜自作孽之人，你不要忘了，正是皇后和贵妃害的姐姐。如今，不过就是上天的报应罢了。我自然不会忘，只是心疼孩子。我却可怜姐姐。自从那日听到贵妃的话之后，我就满心的只想救姐姐出去。海兰，如今你正得皇上宠爱，你得先顾好你自己，不要莽撞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风湿病症严重了？没事儿，还撑得住。我去太医院找过太医，可是没有太医敢来冷宫。太医院有个小太医叫江雨冰，是索性的同乡。索性之前托凌云彻找过他，他倒是给我们送过一些药，只是他也不好进冷宫。你去找找他，看能不能一起想想法子。你千万不要莽撞啊！二阿哥，你不要怪老天，要怪就怪你额娘，她心狠手辣害了别人，结果因果报应。害了你，一路好走。主儿，那边好像有人过来了，快回去。公主，您慢点儿！公主，别跑那么快！清雪，你快去瞧着公主，仔细别让她磕了碰了啊！是，公主，您慢点儿啊！自打端惠太子薨后，主又得帮着皇后娘娘料理宫中事务，还得照顾和静公主，真是累坏了。这么晚了，公主想来御花园转转，主你也得陪着。皇后娘娘是信任我，才把公主交给我。惠娘娘，惠娘娘，瞧瞧，我刚捡的，这是什么好玩意儿？这是从哪儿捡的呀？就在前面，我再去看看有没有。哎，公主，双喜，最近有人在宫中烧冥纸冥器吗？这前面就是冷宫了，谁会安排人在这儿烧啊？主儿，会不会有人对端惠太子行阻？别胡说，奴婢没胡说。端惠太子走得那么急，奴婢总觉得有些古怪。但是谁敢对太子行阻？除了冷宫里那位，还有谁会最恨皇后娘娘母子？主儿，奴婢觉得这个东西不大吉利。若真是冷宫里那位，他胆子真够大的，活着也是个麻烦，还不如趁此机会料理干净，这不就正好送来了帮手吗？不过一切得等皇后娘娘大好了再做定夺。如今端惠太子没了，谁都盯着您的肚子。您若是生了一位皇子，我也盼着能生下一位皇子。可是，若我生下的是位公主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世子请族中的相师为您看过，您是宜南相，一旦有任，必是皇子。这个孩子来得好啊！如今端惠太子赶在您孩子生之前走，等于是在给他让位子。
连老天爷都在帮咱们呢。